是在地新闻，徛台湾看世界。来看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才拄啊来警告，讲要闪电飞机支援着乌克兰的西方国家。美国的总统拜登马上就来宣布，要用国防助救的法案，佮加码美金330亿来支援着乌克兰。这等于是甲俄罗斯咧相对下。若这个俄罗斯的部队明明就知影，联合国的秘书长伫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咧访问，也是照常甲轰炸。这嘛是最近这几礼拜以来上大胆的攻击行动。火箭拍过市区，徛过塔门都破了，若毋是出现就是导火。俄罗斯军队用火箭也是飞弹拍基辅，是4月中旬以来头一摆，甚至其中一粒落伫联合国大官所在的饭店的附近。军方甲警方人员将伤患甲受灾户送到安全的所在，这是几礼拜前俄罗斯军队撤退以来对基辅上大胆的攻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伫基辅看到这个场面。古特雷斯到乌克兰要协调停火代志，伊拜访和俄罗斯军队都城的布查镇，伊讲要促使普丁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调查战争罪。俄国媒体佮观察到，伊甲泽伦斯基近期里接来政治战士里莫斯科甲普丁谈话，袂输咧互相呛声。This war must end. I'm here to say to you, Mr. President, and to the people of Ukraine, we will not give up. 古特雷斯甲泽伦斯基共同声明，马里坡被围困是危机中的危机，希望讲会使落实撤离亚速钢铁厂行动。也毋过两国的大战短期内依然未结束，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决定以战止战，对乌克兰佮增加33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It's not cheap. But caving to aggression is going to be more costly if we allow it to happen. This funding package is also designed to set them up for the long haul. This is to supply the Ukrainian military fo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美国的助救法案是为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将军事装备大量借予盟友，被认为是打败德国甲日本的关键。这摆乌克兰版的助救法案，唔乃使直接用军事援助乌克兰政府，嘛包括波兰甲东欧国家。美国军工企业将会使更加快速供应盟友所需要的军事武器，唔免阁惊复杂的行政程序。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